好，o kalalizayan ita ini icalay saka sa itsala na mita pa ini to kafanaan no miso hao ta matsuat ita ko akihayay atirir tunajikan paturur hanta jika zao。好，谢谢每位老师。好，我们今天那个讨论的内容，我上个礼拜有给你们那个一些句子了，看看你们怎么翻哦。那我刚刚有收到那个你们有些人有传过来的哦，跟我预期的落差蛮大的哦，那个翻译的内容。那没关系哦，因为大概这个部分哦，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这一次要编辑教材里面最困难的一部分，就是那个翻译的那个中文跟阿美语的对应，大概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比较难对应的，因为这个重叠字可能不同的语境呢，它的翻译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拿这个教材这个教材大概那个松林大哥礼拜四会再看到一遍哦。一般我们礼拜四那个高升龙老师的教材，就是一般是我们这边去帮他归纳的，还有他那个阿里昂的节目哦。不过我们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内容公开来讨论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重叠字的部分哦，说真的是比较复杂哦。那我希望寻求我们在线上的各位老师的一个共识哦。那毕竟那变成那个礼拜四的试教的教材哦，还有阿里昂节目的教材，通常在那个就是公开的时候就需要能够有一定程度的那个公信力了。那就有赖各位老师，我们共同来把这些句子的中文翻译，把它修正到最精准这样。好，那线上可能今天有几个老师会缺席，没关系。那我们一样我们那个美惠老师今天是唯一的组长那另外两组那我直接指定比较快了。那个建筑组的话，就那个金川老师有在吗？有在，是。OK， 等一下我就直接问你那你们的组员如果要一起回复，就直接回复那再来是那个，哎，另外一组是彭三妹老师，对对对，彭三妹老师那边有没有人自愿要代理组长的？有吗？我看一下线上有谁。有没有人要代理一下下？还是我挑一个人？好了，不要得罪大家不是，我很想，可是因为我手机有点状况，现在在换手机当中，所以没有办法。好，好了，那你就找，那就苏贤呐，苏贤可以苏贤你回答。我不行啊，你这没关系，又学啊又学又啊，右巡可以吗？右巡老师可以吗？就是你这边代理组长一下，不会很复杂啦，我们只是做3个组长的确认而已，没有什么，可以好 ，OK， 好，我最近哇，我跟我妈一直对话到我都很想笑了，就是刻意去把句子念给她听然后她的翻译一直琢磨到最后大概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结论了。那我再参照那个蔡宗涵老师他那一本语法事实上那一本不是他写的，是一个大陆学者
对，这个学者大家应该有听过了，叫曾思齐哈。曾思齐教授为什么在台湾比较没有那么红？因为他是大陆人哦，可能有一些政治，但是他写的东西，语法的部分哦，他写的其实比吴季南老师写的还好。但毕竟人家可能是有那种那个什么国家的那种意识哦，那可能有一些差别。那我大概参照了曾思齐那个内容哦，再加上一点点填调哦，我就大概整理了，我看一下50几张 PPT 吧，没关系，内容没有那么多，我们就把一些关键的地方哦跟大家确认就好。那彭三妹老师跟那个美惠老师，你们有记你们的那个翻译吗？基本上跟我预期的有点落差哈，我们就暂时先不讨论了，可以吗？美惠老师，因为落差有点大，对没问题。老师，这样可以增加知识。你那个是认真翻译还是用感觉翻译的？我很认真哎，啊，真的哦，没关怎么系啊，翻的？好，没关系，很奇我等一下怪啊，很想理解你是没关怎么翻系，的。对不呀，用了，我要啦，因为不是我不不行，会拿你的内容，我是直接从你翻译我这个内容，看看是不是我知道你的逻辑是什么，还是要对应一下。好，我那个松林大哥有在吗？在。哦，在我等一下你也帮忙当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咨询委员的角色好。OK，因为你也算是我们教材上里面就是公定的那个咨询委员，然后就麻烦你也提供你的想法总共有3个组长加上你那其他组员不是就不讲话如果你们发现有什么样特别的问题，就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好，我们先看那个整个分类第一个这个我们的阿美族的那个重叠字事实上是非常有规则的但是我好像很少听到有人针对这个部分做很详细的说明我自己也很蛮排斥这个部分，因为我每次看到这种重叠字，我就有点排斥那因为上一次那个米粒老师问的那个重叠字之后我开始必须要去看待这件事情。我本来并没有把重叠字当成我们3本教材第1本教材里面的内容那我后来在归纳的时候发现不能不放进去，这个蛮重要的。好，那我们大概大家看一下这个词根的重叠法那这个里面我们大致上我们用这种分类方式有类型一般会有双音节的重叠，另外一个有三个音节以上它的类型有2种，就双音节跟3个音节以上。那重叠的意义大概是这样子如果是动词词根的重叠我们都会表示是一个动作的持续，有动词词根的重叠，表示动作的持续。如果是形容词词根以后我们都念词根了，我这个可能给它改一下词根字根我都改成那个词根看到就改了，等到后面就忘记了。然后我们就习惯念词根，因为我们的教材都是词根了。好，就是如果形容词的词根的话，我们就会表示程度的差别就是它如果是重叠的话，那个如果是名词的话我们就它的意思是泛指每一个这个会不会画面太小？帮你变大。如果是这个数字数字的重叠的话，会变成数量不过通常是它那个重叠的话，通常是指人人。一般如果不是重叠的话，就是指非人那
最后一个是地点跟方位的重叠哈，就表示一个空间的范围。大概它的重叠的意义有这几种哦。所以你看，我们不仅仅要会重叠，还要知道这个词根本身是什么词性哦。它的难度就在这边哦。有时候有一些老师哦，我还记得我们去年跟那个其他族群哦，像太鲁阁排湾族，还有泰雅，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有时候我其实我自己是蛮讶异的，有时候问他们形容词是什么哦，很多人不会耶。我真的觉得那个中文的教育真的有点失败，就是说中文好像都没有把这种词性交代得很清楚哦。我们每个人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你到底是那个讲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哇，我们那个有些族语老师真的不会耶，我其实有点被吓到。对啊，那没关系，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词性哦，因为词性会影响它的重叠的意义哦。各位，你们看上面这些，就是词性决定它的中文意思哦，不是重叠，就是只有单一的意思哦。好，那我们来往下看哦，重叠的方式大概会有5种哦。这个是根据那个曾思齐教授的分类的方式哦。那我们大家一一的说明哦。那有根据我上次我们讲的再做一个修正哦，因为再做一次填调哦，发现我们上次那种做法还是有问题啊。因为我们这次这个东西做出来，这个礼拜是升龙哥这边会试教哦。那试教原则上是在试错哦，就是他教出来发现有问题的话，就表示那个内容是有问题的。那我刚刚也提到哦，我第一次把他的礼拜四教材拿出来讨论，是因为我们很不确定这一次教学的内容的那个完全是不是完全正确了，所以必须透过各位老师的共同的那个讨论。好，第一个哈，我刚刚大概已经讲了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名词字根哦，第一个是沙凳嘛。那我们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叫沙沙凳，好，我们加个咪哈叫咪沙沙凳。那我们造个句子哈，就咪沙沙凳嘎固一路度。好，那个我先问美惠老师，美惠老师，你看1到4啊，有没有哪一行是有问题的？第一个词根的部分，还有重复子音加 a 的时候，它的中文翻译。然后他在构词加了咪之后，它的中文翻译叫一直采菜，最后它的造句的句型是不是也正确？美惠老师，你这边看的怎么样？沙凳词根是没问题嘛？对，重复子音沙沙凳一直采菜，对，没错。米拉拉凳一直采菜，米拉拉凳。第4造句是米拉拉凳嘎咕一路读，我一直在山上采菜，没有问题。可以哈，你这边每一个位，就是每一行哦的每一点1、2、3、4的每一个描述你都可以接受，对不对？可以。好，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个哈，就是我上面特别讲单向重复的动作哈，是因为等一下会有双向的。那单向跟双向要怎么分哈？就是说我采菜哈，菜不会采我。哦，可以理解吗？就是说，只有人类可以去采菜哈，那个菜不会去采集人类哈，所以它只有一个单向的。那像我讲双向重复，比如说，我举例哈，比如说笑，我笑你，你也可以笑我。哦，我牵你的手，你也可以牵我的手，这个叫双向重复哦。我大概先这样解释了。哦，所以我们还有分单向跟双向哦。OK。好，那我再问第2位佑寻老师，那我1到4点，你这边看起来有没有问题？没有就跟美惠老师说的一样，咪沙沙凳啊，一直采菜啊，对，OK，然后在身上一直在身上采菜这样，所以你这边看起来1到4点也 OK 哈，是 OK，好，
那下一位那个金川老师这边呢？复议都正确哦，嘿，可以哈。可以。如果你们个人有疑问，也可以提出来了哈，不一定说感觉对哈，就是你哪一个地方你自己觉得怪怪，你自己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好，那我想请问那个松林大哥哈，因为礼拜四哈，你稍微装一下了，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已经看过这个教材了。松林大哥，那我问一下，这4点哈，你有没有哪一个部分你自己看起来跟你的语感是有落差的？如果那个第二个，如果后面都不要加，是不是都不要加嘛？对，你就单纯看每一点的描述，比如说词根沙凳啊，第2点是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叫沙凳，对，然后再来构词加咪嘛，最后再造句这样。沙凳，可以啊，都对啊，可以哈。如果后面加 en 就不一样了。没有加 en， 就加咪哦。沙灯是那个是要被采的菜不一样哈，没关系，我们就按照它上面写的，你看有问题就可以提出来哈。没有问题，可以哈。好，来我们来看第2个哈。好，一样哈，我们一样这个，因为人可以采菜哈，菜不可以采人哈，但是菜可以被采被采集了，所以我们把咪改成妈哈，就我们看第3个构词变成妈沙凳哈，就菜一直被采，那造句是妈沙凳你一那一如度，中文叫在山上菜一直被妈妈采集哈。好，敏慧老师，请问一下，那个第3跟第4的构词跟造句，你可以接受吗？构词是可以啊，还有造句，马沙沙凳你赢啊，一路读，古沙凳，马沙沙凳你赢啊，一路读。在山上古沙凳。我懂你的意思。你把那个马沙沙凳把它当成一个动词，是不是？好，我如果加这个字，等我一下哈，我懂你的意思。你好像要加一个主词哈，你比较能够顺。我把它改一下哈。好，我把那个多加一个那个什么主词哈，那个打读更的中文叫什么？龙葵哦。龙葵菜。龙葵。我打读更一路读是这样吗？马拉拉更。好，我按照那个老师你的刚刚的想法哈，我再念一次哦，就马沙沙邓尼那古达都更一路度，这个句子通顺吗？中文是在山上，龙葵一直被妈妈采集。如果没有龙葵，看马拉拉邓你赢了，马拉拉邓你赢了，古沙邓一路读。古沙邓哦。马拉拉邓你赢，刚刚没有打读更嘛？如果是照你，我想一下，马拉拉邓你赢了，一路读是什么呢？我就想说，古沙邓，我打读更也可以啊。马拉拉邓你赢了，我打读更一路读，这样可以啊。我的想法可以哦，所以它的中文正确吗？在山上，龙葵一直被妈妈采集。你可以换那个吗？乳骨。好啊，好啊。我刚刚也在想乳骨了。对，系啊，有默契。我刚刚也在想乳骨。因为一路都改好，就想说
三三叔叔在山上，三叔一直对对对被妈妈采集，所以老师，你们的概念是达都更是在平原的吗？也害怕我懂你，在太远啦，对对对很远。 ，Ru good 对吧？这个拼对吗？Ru good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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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可以哈。哎，好，对，那我改成那个 Ru good 这个句子还是没有变哦，正确吗？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可以哈。嗯，好，那美惠老师谢谢哦。那我们问佑寻老师，这个句子哈，你就看第四句就可以了。你这个句子是你 OK 吗？玛莎莎等你那咕噜咕一路嘟，哦，可以呀、可以哈。啊，中文的部分呢？哎，其实我一直在讲说，沙沙沙等你那咕噜咕一路嘟，这样可以吗？再如果没有一次再一次。加吗？沙沙沙等，好，沙沙沙等你喊你那咕噜咕一路嘟，这样可以吗？就是这样，可以可以。你知道你的那个句子哈是嗯，那个另外一个句型哈，叫做那个被动的强调句哈。我写你的，哈，你等我一下哈。好，你这个句子也有啊。嗯，大家如果有不同的句子，因为我这个只是很单纯的把它造出来哈。如果你没有别的句子也可以。幼群老师的话，他是加后缀哈。嗯，哦，他是加那个海哦。嗯，哦，我们加 n 也可以哈。嗯，好，优群老师的句子是沙沙沙，沙沙邓很少，哈尼诺古。少，好像还少一个，沙沙沙灯，哦，沙沙。哦，嗯你只用沙沙沙邓哦。嗯，沙沙。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有没有这样说，我们好像有这样讲，哎，沙嗯，沙沙灯沙一路都吉那这样，我懂你。哦，你们的说法吧，嗯，还沙沙沙灯沙吉那一路都路过，哦，是这样子，哦，中文也是意思一样吗？一样好像也是，哦，嗯，有，就是你们那然后边的话，那个憨变成沙了，看，嗯，所以他这个句子那个优群老师是沙沙沙邓哈尼那古如故这个句子就是你要表达的句子嘛，对不对？对对对，凯明，我先复是议一下那个右巡的，如果对他讲这个就对了，如果再加一个 o 开头就更顺了。乌拉拉拉登萨吉那那个乌拉拉登汉尼伊那咕噜咕一路都，其实他这样子也可以啦，拉拉登汉尼伊那咕噜咕一路都，嗯对， ，OK， 我懂。对，他这个句子哈是比较是那个我在写那个刚刚那个阿力克老师要讲的那个句子哈，有另外一句哈。我们来，没关系，我们来多比较，因为这个句子哈，有另外一个句子，你们看，这个第六个句子，
乌沙沙等了你那咕噜咕一噜嘟，这个句子正确吗？看起来是可以成立。你可以哦。我那个可能到时候我好好研究一下那个第5句哈，那个又学了，因为你这个重叠音有一个叫做2次重叠，但是它的重叠方式比较是另外一种，可是你这个也是用到2次重叠了，所以你这个句子我在下一次我们再讨论因为你这个句子比较特别。这个有到2次重叠，好，没关系。优许老师，那我们先跳开第5句跟第6句第4句在你们那个就是马兰的系统里面这样子讲可以被接受吗？第4句可以呀、也可以对，所以你们的有沙你我们沙灯沙，我们比较会这样子说哦，比较不会用说玛莎莎什么玛莎莎灯你那也有，好像那你我们比较习惯第5句，刚刚那个阿力克老师有讲到说，如果你前面加个乌，你们也可以嘛？乌沙灯哈尼那，可以吗？也可以啊。也可以可是我觉得第5句我们比较常用吧，没有关系，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我们只是想要知道，因为阿美族语很特别的地方像你看我们最近在研究阿美族的历史嘛，马兰系统是从台南那边撤退到花东的，那个南势群或者是北边一点的，有的是从那个淡水那边撤退回来的。但是好玩的地方在哪边呢？我们那个构词原理不会变的。比如说我听那个小白老师恒春系统的，他们学校叫做比公沟案，很好玩呢。他就是把中间那个公沟有没有当成词根嘛？前缀跟后缀也不会变的，就比公沟案了。我们那个海岸的好像是比迪里善，比较北边还是秀姑峦群的，好像是比竹沙善所以你看，你有没有发现阿美族人在怎么离开原乡花东就纵使去台南或者去北部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带不同的字根没错啦，但是他们的构词的方式都不会变这个就是阿美语之所以是阿美语的原因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如果是第4个 OK，我还有没有谁没问啊？都问了好，那我们这个主要是我先写，因为这一句强调的是被动了那第5句跟第6句它比较不是被动的句型没关系，如果你们有照，我就先写下来，我事后再把它分类到另外一个部分。好，我们来看下一句那个我们那个吃的字根感恩。好，我们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叫做嘎嘎恩然后我们用咪当前缀词咪嘎嘎恩一直在吃。那造句是咪嘎嘎恩嘎过读很慢。好，美惠老师针对这个句子有没有问题？第1点到第4点，可以，可以吗？可以啊。所以嘎嘎恩你写在你们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一个持续在吃的动作，没有错对，嘎嘎恩萨给说，可以我们一直OK，吃可以。好，那个佑寻老师这边呢？也可以嘎嘎恩沙，一样的。可以就是一直的意思。好，那个金川老师呢 OK，正确，也可以是。好，那松林大哥你这边呢 OK 啊，可是他们后面嘎恩沙都有沙没关系，那个沙我们等一下会讨论
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加咪的话，如果咪是正确的话一般咪可以用，当然沙就可以用。我们先把那个咪的部分做正确，因为沙的部分比较常用在另外一个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往下。好，下一个也是一样是动词的词根那我们用的是萨拉玛玩，我们在前面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萨拉玛然后我们这边是用被动的句子我们一般主动是用咪萨拉玛，就是一直玩嘛。那玛萨萨拉玛就是一直被玩。那我们造的句子是玛萨萨拉玛努娃娃古尼亚玛丽这一颗球一直被小孩玩。好，美惠老师，我这个是主要是被动的句子，你这样子看起来正确吗？对，被动的话一直被玩，玛莎萨拉玛，可以玛丽可以，玛努娃娃古尼亚玛丽可以哦。可以中文翻译的部分呢？这颗球一直被小孩玩，对，可以。可以好，那佑勋老师这边呢？也可以呀。玛莎萨拉玛努娃娃古尼阿玛丽，这颗球一直被小孩子玩，可以。好，金川老师，正确，是正确是。好，松林大哥，你这边呢？小白老师举手了。小白老师举手。他那个阿力克老师刚那个手一直没有放下来啦，他忘记放下来。对啊。对，松林大哥可以吗？可以。可以玛丽。只要你们 OK 这应该这个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另外一个概念刚刚我们比如说我吃饭，我玩球或者我采菜都是只有单向重复的所谓的单向重复，就是说被你采集的菜、被你玩的球或被你吃的饭，不能反过来吃你、玩你或采集你但是我现在讲的双向重复是说，这个笑啊、打哇这个字我笑你，你也可以笑我；我打你，你也可以打我，有没有？就是说可以双向的我就说叫双向重复。所以双向重复的话，你如果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打哇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互相笑。那互相笑的话，我们的前缀就必须用妈型，因为它是一个状态所以马达达哇就是互相笑，马达达哇吉大就是我们互相笑。那我现在多造的第6句叫做米达达哇金拉吉板奈样他一直笑板奈。第6句是否也正确好，美惠老师，那你看一下1到5是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内容，第6句是我刻意加进去的，你看看它是不是也正确？米达达瓦金拉吉班那样正确啊，也可以这样用，对不对？可以。那1到5呢？可以啊，马达达瓦互相笑，马达达瓦吉达我们互相笑，可以。可以所以那个打哇本身可以打哇可以翻成互相笑是双向的，也可以用咪改成单向的，是不是？可以啊，就是他这个句子是他在笑板奈嘛，就是他笑板奈是单向的，那马达哇是两边互笑嘛，对不对？所以打哇有2种意思，对不对？对嘛OK 好，对想请问佑勋老师这边也认同吗？那个米达达哇有没有是一种是取笑的意思啊？米达达哇或者有对，米达达哇金的有对啊，有那 OK 了，这样可以。OK， 我把这个，因为那个佑勋老师有提到我们就把它加一个括号，应该是有啦。因为以前我有问过那个李老师他们讲说，
一般我们都会说马达瓦嘛，就是笑嘛。如果你用米达瓦的话，是主动的笑，就会有一点讥笑、取笑的意味。笑他了，取笑。对，对，马里盖老师现在来电，我先挂掉，等一下再回他。好，那个，这个部分刚刚好佑群老师提到一个妈型动词的达瓦，如果改成咪型它会变成是主动的笑，就是会取笑的感觉。那金川老师这边呢？因为第6句的话，造句用咪，我们比较口语化会讲说。达达哇三金的就会变成单向，几班那样这样，是这样。我懂你的意思。很少用到咪了，个人的意见是这样，也是。可以，没关系。等一下那个沙的部分我们后面会有。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用咪的话，在你的语感里面，虽然很少讲，还是可以接受吗？是可以接受，是。OK， 好。好，那个松林大哥，你有没有什么要回馈的？就是这样啊，就是有取笑的意思啊，就这样。你也是有这个疑问就对了。对。OK， 好，那没关系只要内容正确就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应该比较简单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地点的或空间的，我们把它重复子音加 a 比如说院子叫做不大这个是屋子外面的前庭院子，那加个八就是重复子音加 a 巴不大，就变成外面那造句是古马恩嘎古杜很麦伊巴不大我在外面吃饭。好，这样的分析。那个美惠老师照这个逻辑的那个顺序，这样是正确的吗？1到3是正确的。我们恩嘎国都很卖一把不大，我在外面吃饭，可以。可以那老师，我有一个好奇说，一般你们会把不大翻成中文，通常你的概念是在哪一个区块啊？不大就是操场家里的前面呢，就是你不大是不是不大还是把不大？把不大是在那个家里的前面那一块那个空间。对，不大是家里的前面，门前的。大把不大就是指饭不大是外面的，外面。就是反正屋外都是把不大就对了。对。是吗？是。OK。那我了解了，反正我们讲所谓的中文讲的外面，就可以用把不大这个字来形容，是不是？对。OK， 好，那请问佑群老师1到3点有没有问题？可以，可以好，那金川老师呢？没有问题。好，同样的道理啦。如果你们我们看一下那个有没有他的那个，他那个参考的例子没有在这里。比如说那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东边叫做瓦砾嘛，不要东边好像怪怪的。对，辱骂是不是加，对不对？对。那我们加一个重复子音加叫做拉鲁骂，拉鲁骂就是屋内，对不对？对。那我们是泛指里面任何东西的内部，我们都叫拉鲁骂吗？这样美惠老师正确吗？对啊，就是盒子里面呢，洞里面，反正是里面就是都讲拉鲁骂，没有错嘛。鲁骂是加，然后你加个拉的话，它本来的意思叫屋内嘛，后来引申到只要是在内部的部分都叫拉鲁骂，这样没有错对。OK， 所以你看那个第一个，它的主题叫做地点、空间，然后形成空间范围，这个跟我刚举例的有没有一致？哪一个？就是它标题就是你前面标题空间
形成空间范围，比如说哦，鲁纳加亚伦变成亚伦纳，变成一个内部的概念了。不大加对，把不大就变成外部的概念，空间对不范围，对？对对哈对，OK，好。哎，金川老师，我问过你了吗？没有，哦，那这样正确。可以吗？这个你讲的空间我知，对，拉鲁玛就是内部的内部，就是OK。哎，我刚刚有看到那个谁进来哦，信燕呐。上次信燕有一个留言哦，那个叫做火烈。信燕，你有在线上吗？哎，怎么了？你上次留言之后，然后我们后来才发现你有留信息，你要不要讲一下？因为上次我们有听到一半，突然我们把那个火烈哈，把它删掉的意思说，是不是他的那个教材打错字了？那你突然说以前有火烈，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哦，我也是看书来的，但是也是有听过以前的他们讲过，他们是说，因为那个火烈他们是到一个山头，然后直接烧那个山，然后但是他们不会只有一个部落而已，会2、3个，因为那个有传统领域的问题，所以他们会2、3个部落一起讨论说要不要做这个，通常应该都是在秋天过后，会比较好烧啊，然后就开始烧，烧完之后了，然后那个动物就会跑出来，然后就开始抓，然后或者是火烧完之后就开始进去山，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个还活着的动物，就把它抓出来。那他们就是说这个叫火烈，叫好像有一个词啊，叫阿伊洛，对不对？阿伊洛马，可是我听到是用马，可是阿伊洛也是可以。马伊洛，对，阿伊洛是那个我们这边讲的重复子音加一，对，应该是用妈。对，他好像对用马伊洛，他们是这样子。对 ，OK， 所以这个字本身它就是火烧的意思嘛，那也有阿美族引申成火烈的意思就对了，是不是？我觉得应该也是那个意思，因为马伊洛也是就那个意思，因为他用啊。OK， 好了，谢谢信燕哈，因为上次后面才发现你有留言，来不及回忆。好，我们那个同样是海岸线的哈，那个松林大哥，这个马伊洛这个字啊，你有没有听过？火烈？有啊，有啊，小朋友，那个阿力克老师有哈？对啊。马伊洛古鲁马尼拉，或者是马祖拉古鲁马尼拉一样的火烧啊。我都只有听到马祖拉而已呢。对，有的叫马祖拉，对，马伊洛。有没有听过那个就是用这种方式去狩猎的？那个张新燕说用那个用火的方式去狩猎，叫火猎。是不是火把？火把，这我不知道。他是说用烧的方式有点烧山了。烧炭，烧山。对。舆论就对啊，舆论就烧山啊，或者是火灾啊。就是说，没有我的意思说，你们有没有印象中长辈有用这种方式去狩猎？我们那边的舆论也可以讲说烧垦。烧垦火烧垦哦。对，有的叫把毛棒。我懂。我有看过火烧垦。对，烧垦。对，那应该就是跟那个火力是有关系。舆论都这样子啊，就大片吧。对。OK， 没关系，我们这次只是为了把上一次我们那个伊洛这个字是那个母音开头的它的重叠字是重复子音加 a， 因为伊洛这个字没有子音它的一开始就是那个母音所以它没有子音就直接阿伊洛就是重叠字就是一直烧的意思了。好，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现在线上的好，应该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往下哈，再下一个是数字哈啊，这个更简单，这个一定应该大家没有问题哈。这个如果你数字重复子音加 a 哈，它会从数字变成数量，不过通常这个数量是指人的数量哈。举例说明，我们看第一个，里玛是5嘛，那重复子音加变成拉里玛，变成5位哈，拉里玛一定是指人哦，不太可能是指非人类哈。那造句是拉里玛古萨里嘎嘎阿古，就我有5个，我的兄弟姐妹有5位。好，美惠老师，这3点正确吗？正确。正确哈。所以我想确认一下，因为我曾经还是有听过啦。老师，拉里玛这个字有没有办法形容不是人类的？比如说那个拉里玛古瓦族伊苏，有人这样讲吗？里玛古瓦族伊苏这样，对，不会有拉，通常对不对？讲里玛，不会有拉哈。如果是东西还是拉里玛瓦属于数，那应该是共，你有共五只狗，没有人这样子讲啊。对，不会有拉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哈，没有，因为我有听过啦，而且还是蛮资深的前辈的，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但没关系，只要大家有共识就好。因为我印象中我查不到重复子音加 a 的数字可以形容非人类啊，啊，不对，对，就只有人呐、只有人可以用拉，或者比如说打毒萨啊。那个什么打赌路啊，那个都只能说是人的数量啊。比如说五个青年啊，5个小孩啊，5个爸爸，5个妈妈才可以啊。如果是5只狗、5只猫、5支笔好像不能重复子音加 a。好，没关系，你们有共识就好哈，不要管那个长辈了。好，第二个那个佑勋老师 OK 吗 OK，可以。可以哦。那个金川老师呢 OK，可以哈，因为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应该长辈会那样讲哦，不是口误就是一种习惯了。对，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哦。好，我们现在进入到那个比较复杂的部分哦，可能就会有各位常常习惯的用语哦，就是杀的部分。好，一样的逻辑哈，我们看这个画面，一样的逻辑。我们就尽量不要换词根哦，这样比较有的比较。第一个我们是用沙凳那我们把2个沙凳并在一起沙凳那我们要把第一个词汇的尾巴的子音去掉就变成沙凳就是把那个 ng 拿掉这个就是它的合并的步骤一定要这样做然后最后我们在构词的话，我们用沙沙的沙凳沙我们中文翻成倒过来翻那个后面的沙我们就翻成就，前面的沙就把它翻成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沙的句型就这样，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沙这个就好像菜类的样子好，我们回到前面那个我们这个名词的翻译就是说，如果你用重叠词沙凳又加沙凳变成沙的沙凳它的中文翻译就会变成像就是菜那一类的东西，菜我这边翻成菜类了。那等一下你们看，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翻译？那我们来看第5句句子就沙的沙灯这个我的口语，那个松林大哥你来念一遍呐。那个你的语调比较好，沙的沙灯。第5句。第5句。造句的部分第5点。沙的沙灯啊，沙公你阿扎你宁了。他所买的就好像菜类的样子。对。
好，你先念，等一下我再请你来回馈哦。好，美惠老师1到5点，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部分有问题？1到5点吗？对，可以。好，那我问你哦，我如果把嗯，傻凳哈，就是把它并在一起啊，它的中文翻译会不会有问题？就变成菜类，沙凳是菜类啊。是吗？嗯，你这个语感你可以接受哦，可以啊，沙凳，沙凳都过了。嗯，就是这个就是像菜一样的东西这样嘛，对是吧？好，没关系。对对，再来一个就是说那个后面的那个翻译啊，有没有你又觉得翻的不是很正确？因为你传给我的翻译好像跟这个不太一样的。那因为那个不晓得是要合并词根还是怎么样啊？我是照那个句子翻。那你这个翻译你可以接受吗？就是说造句的部分。造句吗？第5句吗？对，沙凳沙古，你阿扎按铃了。他所买的就好像菜类的样子。好，那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哦，请问他买的到底是不是菜类？好像的话，他可能是感觉像菜吧。但是他他不所买的是买菜，就好像对不对？菜。对老师，呀，这很关键哦。沙它很像菜类，但是很他像菜。买的可能是豆干呢、可能不是菜，对不对？要可能看前不是菜，后呢。可能对啊，不是单单只有好像菜叶菜类。他可能怀疑吧，好像而已，用就猜的。讲话的那个人他会怀疑说，他他妈妈明明叫他去买菜啊，他买的好像是菜，应该我要怎么形容？就是说他其实买的都不是菜，他可能都买别的东西啊，但是他装的一副他好像买的都是菜的，他其实买糖果啊、饼干啊之类的，他其实这好难理解这句。他装的像是买菜这样子。沙凳沙古米阿扎安宁的乌里古阿扎，对啊，是这个意思吗？对，就是买的其实不是那个东西啊。对，他装的一副要去买菜，其实他都去偷买衣服之类的啦。对啊，可是他可能买回来的时候，他的最上面那一层就摆的都是菜，其实他下面全部是别的下面东西，第2层都是衣服，全部都是别的，都是有饼干啊，有衣服啊，其他的。可是他最上面那一层都是就是把它铺上去的是菜，好像都是菜，其实都不是菜。嗯，有没有那个美惠老师？我这样子解释，因为有撒吗？对，因好为那个像第一个哦，沙就是它就不是真的嘛，就它是假的，好像哦菜的样子，那就哦，你都已经说好像是菜了，当然它一定不是菜啊，是 OK，可以这样哈，这样子解可以释的话，这个句子可以接受吗？可以啊。可以哈，好，那我们请那个佑群老师这边呢，这个第5句那个我好像很难理解。第5句哦，因为如果后面有再加东西的话，沙凳沙古米阿扎安宁的乌里古拉诺，底下是衣服，对，就是要完整对，是吧？就是如果把它弄完整的话，就可以比较能够理解吧。好像他好像去买菜，其实底下是衣服。对，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了。佑群，你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如果说用在人的身上，如果说是按照你这个逻辑，我造一个句子，你看这样通不通？沙丹山沙丹山丹烧沙古尼丹烧，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正直，这样子是这样的意思吗？他这个逻辑就是说，他看起来人模人样，但是他是禽兽啦。对，
对啊，是这样的概念吗？对，他就装的一副哦，人模的样啊，但是这个人明明就是禽兽啊。是哦，那这样是 OK 了。对了，你这句话我们学起来骂人就可以。对，那他的逻辑，我们想，因为大家可以提出讨论的就是第一个杀就是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所以他本来不是那个样子，所以第一个杀就是那个有点是在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反正就是他把本来的意思反过来说了，对，就是大概是那样子。好，金川老师有没有要回馈的？第五季如果说它这个前半段沙哒登沙登沙是会变成感觉是不是会变成比较像形容词的时态这样？对，它其实是有一点是，如果它严格讲因为它已经沙的话就是副词，不过就是很像形容词，没错，对啊。这样了解 ，OK， 那这样正确，可以可以。如果这个我们阿美语的那个开头我们叫动词句型的，就是我们那个南岛语的，它嫌第一个词都是动词或者是所谓的静态词那这个静态词我们其实通常讲的是形容词啦。那个我不知道南岛语为什么特别讲一个大家听不懂的话叫静态词，就形容词。那事实上我们阿美语不是只有形容词就是说它还可以用副词沙就是副词一般我们如果在形容就是一个状态的时候，它不会用形容词，它会用副词。就是比如说我举例那个中文有那个底啊，比如说认真地工作，那个认真地，我们中文有一个地嘛，那个就是副词那这个沙就是它其实等一下你们会知道，如果是放在动词那边它就很明显是个副词的状态。比如说风就这么吹着我这个它中文真的很难转译，没关系知道就好了大概你们知道沙就是一个句型好，那个松林大哥呢，可以吗？这个句子要回馈吗？可以啊。好，那没有问题我们最后一个就休息一下，我再做一个。好，这个句子我们用的，刚刚我们用的是名词嘛，我们现在用的是动词字根那动词字根我们选那个拉干这个字，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反复的行为或状态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先合并拉干，那再把第一个词汇的 t 删掉，变成拉干那个 t 就不见了。那这个字就变成我们讲的一直走的意思。好，我们把它造句就是前面沙后面沙沙拉嘎拉嘎沙就好像一直走路的样子一样，跟刚刚那个前面的句子很像。再来，我们这个造句第一个造句是沙拉嘎拉嘎沙吉那伊拉兰，妈妈就好像在路上一直走路的样子。第二个米沙拉嘎拉嘎吉那伊拉兰，妈妈假装在路上一直走路的样子。好，美惠老师，我念的可能没有那么顺1到6你有没有觉得哪一点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那个第6句说米萨拉嘎拉嘎吉那伊拉兰，妈妈可能走来走去运动吧，这边要做假装吗？对，所以我要问你米萨拉嘎拉嘎不用假装啊。所以米萨拉嘎拉嘎在你的语感里面没有假装的意思，是不是？对，如果是妈妈就是在路上走来走去，她可能是看东西啊，或者是运动啊。好，那个美惠老师，我换一个问一种讲法，米萨凡纳凡纳吉因纳杜拉什曼，你怎么翻？米萨凡纳凡纳，妈妈这样子，对，有一点的米萨达瓦吉因纳杜拉娃娃，你怎么翻？
bisa tawa-tawa, bisa tawa-tawa，是不是什么就笑？一直在就笑那个一直笑吧，取笑？对，一那个直笑，那个笑我们慢慢来哈。第一个 misa fana fana 有假装的意思，对不对？假装知道这样。 bisa fana-fana，装知道，装有会。那 misa tawa tawa 有没有装成是在笑的样子有吗？还是没有？ bisa tawa-tawa，就那个样子就在笑嘛。他不是啊，是这个样子，假装在笑啦，假装在笑。你说叨叨啊，假装在笑。你是有假装的意 bisa 思 tawa-tawa，哦。所以佑有许老师有这个感觉。那 misa raga raga 没有假装走路的意思哦，还是有？没有呢，没有。那个 bisa 感觉上没 raga-raga 有。也可以假装 bisa raga-raga。有时候我们说 bisa 做几书 bisa 情境 raga-raga 吧，头看情况。黑妹 bisa raga-raga 头嘎哭，我走来老师，走去，那个走。美惠老师，misa 乞丐有没有假装跑步的意思？ bisa 几个对运动员来讲，就好像是在热身那个样子啊。哦，那个真的，我懂了，我可以，所以misa raga raga 可能只是在那边散步的意思，是不是？对啊，我是这么想的。那再来我看们继续哦状况， ，misa 八路有没有假装打的意思？有 misa 巴鲁巴鲁有假装没有打下去。misa 巴鲁巴鲁 misa 变呢？ misa stay stay，有没有假装打的意思？对对对有吗？有，misa 哈， stay stay 头头，有吗？头头晕晕的呢。我看 misa stay stay 就假装打有假装。那好，再来，misa 嘎恩嘎恩有没有假装吃的意思？ misa 感感恩，对，有哎，misa 感有哈。恩我看试吃 misa 阿拉阿拉，misa 阿拉阿拉有，misa 没有那看看个假装拿的意思？misa 阿拉阿拉。 ，misa 阿拉阿拉有哎，就拿了又放老师，我，misa 知道了，阿拉阿拉。是不是？我知道，大概只有走路跟跑步哦，可能不是假装哦，其他可能都有假装的意思哦，因为这个杀本身就是制造的意思。那可能那个走路跟跑步哦，它制造走路跟跑步，可能就像老师你讲的，走路就是散步，跑步就是热身，对不对？对呀、如果是在运动场上，米萨几盖就是有一个热身的动作，赛前要有热身。OK OK，好，那我大概有归纳一个方向了，大概是不用大脑思考的部分哦，可能就是像走路跟跑步哦，它可能就不能用假装了，但是可能用到意识层次，比如说打人的时候，认识知道的，或者是要去吃东西，他有脑袋有意识的话，可能他就要翻成有刻意这个动作。好，没关系，我们大家想想看哈，我们休息10分钟，8点15分回来，我们针对这个咪莎哈，我们来研究一下，它在哪一个部分不是假装哈，在哪一个部分就是假装。好，我们休息10分钟。
好，各位老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线上来讨论哈。刚刚那个苏贤哦，他有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那个咪沙的那个沙哈，就是我们不要翻的那么直白哈，可以翻成刻意。如果翻成刻意的话，就可以解释我们刚刚的疑惑哈。比如说米沙拉嘎拉干哈，刻意走路，其实就是有点是要去散步哈。米沙盖乞盖就是有点是热身嘛，刻意跑一跑，它其实是热身哦。所以我们这个词汇哈，我们可能在中文的翻译上面，我们尽量强调那个精准嘛。那我们这边翻改成刻意。美惠老师，你有在线上吗？有。OK， 刚刚我描述的，如果那个沙，我们不要把它直接直白翻的那么夸张的话，我们把它翻成刻意的话，会不会就可以解释米萨拉嘎拉嘎，就是有一点是刻意走路，其实就是去特别去走路啦。刻意走路就是去散步的意思，对不对？一般走路就走路嘛，那你刻意去走路就是去散步，对不对？对，散步。那米萨几个盖哈，就是刻意去跑哦，它就是老师您讲的热身嘛，对不对？对，有这个意思哦。那米萨凡纳就是刻意知道，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还要刻意知道，就表示说你在假装嘛，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刻意米萨凡纳可以啦，是不是就是他其实不知道嘛？不会，对，我们一般会说假装嘛，所以你看我们讲那个米萨达瓦就有一点刻意的笑，是不是装的？对呀，有这个意思哦。好，那我们那个这个沙哦，刚刚因为书前提供了一个蛮精准的翻译啦。那美惠老师，你这边 OK 吗？可以接受这个用刻意这个字来去描述沙的意思？可以接受。可以哦，因为这个沙的可以接受。这个沙的原意是制造啦，哦，比如说米沙独论啊，米沙什么，哦，它本意是制造哦，那就是从没有到有。那因为不是每一种东西都是制造啊，就是那我们如果翻译在一些动作上面的话，我们用刻意的话会比较精准嘛，对不对？好，可以哈，可以。好，那我想再问一下那个佑群老师，我刚刚描述了这么多有关刻意的说法，你这边也可以接受吗？可以呀，像你刚刚讲说米萨拉嘎拉嘎那个，就在有一种情况是说，我要做这一件事情，说，米萨拉嘎拉嘎托基苏蒂啦，啊，这样子，你先去那边走一走，等一下再回来，有点那种味道。对，就是他走路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可是叫人家刻意走路，就有点叫人家去，米萨拉嘎拉嘎托基苏蒂啦。顺利都带你都这样啊，等一下再回来这样，出去晃一圈再回来。可能是他在生气啊，你走一走。OK， 好，金川老师这边呢？第六的话，应该这个意思有一点就是来回走路的意思啦。米萨拉嘎拉嘎就是来回就是往复式前后这样走这样。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样子。那老师对你的语感来讲，他这个走路是不是有很刻意的去做这个动作？对，就是刻意啊，就是他就是有心事啊，然后他就是去来回一前以后这样往复式的走，这样就前后一直走来走去这样。我的语感是这样的，跟大家参考一下，分享。OK， 好，谢谢。可以，好，松林大哥，你觉得呢？我们用刻意去翻译这个沙，如果正在气头上头，跟他老婆不等于说那个这样再回来啊。可以哦。好，如果各位有更精准的词汇，都可以提出来哈。我们暂时先用这个刻，因为假装好像有点这个翻译有点翻过头了，就是说用刻意可能比较可以中性的解释各种意思哈。
比如说米萨凡纳凡纳、米萨达瓦达瓦、米萨感恩感恩的，用刻意的话就比较能够贴近它的中性的解释。那你要再强化它的中文意思，你在不同的翻译就好了哦。我们尽量翻到大概正确就好哦。好，大概是这样。好，可是开明，开明，就是第5句，萨拉卡拉嘎萨吉因拉伊拉兰，这感觉很像妈妈是在路上徘徊，是在彷徨，还是很紧张的在做什么？这感觉很像，不是好像在路上走路的样子。哦，你的意思是说，他为什么一直在路上走来走去？他在紧张什么、彷徨什么的那个感觉？对对对，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句话它的中文意思并没有完全贴近它的阿美语的情境嘛，对不对？我觉得啦，因为你这句话看起来他就是萨拉嘎拉嘎嚓吉因拉伊拉拉，他为什么一直在路上走来走去？那个感觉好像是他很紧张。很彷徨的，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或者是在急促什么，在等什么的那个感觉一样，不是好像在走路的样子的那个感觉耶。那你觉得怎么翻比较贴近？就萨拉嘎拉嘎车基因呢，伊拉拉。他在路上，就是感觉很像是来回踱步，或者是在彷徨什么东西的那个感觉。所以那个我懂了，会不会是因为那个你们看哦，我们的那个拉嘎拉嘎，我们把它翻成一直走嘛，可是我们的拉拉嘎也是一直走，是不是？拉嘎拉嘎其实翻成一直走不精准，应该是来回走，对不对？如果就第5句来讲的话，我觉得不是好像一直走路的样子。哦，就是说不是说好像，你觉得那个好像怪怪的，对不对？对，我懂你的意思。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有什么意见吗？因为对我来说，看到这个字，我只会觉得妈妈好像很紧张，小孩没回家，我就很紧张，在路上走来走去，米达拉的咕咕哇哇，我玩啊咕对的那个意思。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报告完毕。谢谢那个韩娜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概念有没有人想要回馈一下？这个好像他讲的，就是有一层意思，并不是像中文的翻译对呀。是不是它其实跟下面是一样的？他把咪省掉加一个沙，它其实也是就刻意的在路上一直走，就是没有的样子我觉得第4个那一个，因为它的中文就没办法对应我们的主语，应该是那个中文的问题。如果把那个就好像就比较通顺，沙拉嘎拉嘎萨一直走来走去，因为我们一直强调那个沙嘛，所以我们就已经被中文就牵走啦。所以我觉得中文是不顺，所以这一块这个词汇是通的。对，沙拉嘎拉嘎，如果我们再用一个萨基木基木，那个就更贴切。可是我们用的是拉卡。那个阿力克，你觉得萨拉嘎拉嘎萨你怎么翻会比较贴近他的意思？就一直徘徊啊，走来走去啊。我觉得就好像那个就是多了那个。对。所以我们可能书前刚刚有提到一个那个概念，就是说这边就不要用好像如果我们直接那个呢，把它变成米沙拉嘎的那个米沙那个沙，
这样子翻会不会比较精准呢？苏贤，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对啊，就字根其实是沙拉嘎拉嘎这样。刻意一直走路嘛。就是妈妈其实就是刻意有意识在路上走来走去这样子。好，我们都改看看那个的样子就不要了。我问一下哦，那个沙是不是旧的意思？后面哦，不是前面哦。沙拉嘎拉嘎萨就是应该是旧的意思，对不对？后面。对。我那个颜色就是它的中文对应了，对。所以我们第4句改成萨拉嘎拉嘎萨，就刻意地一直走路嘛，因为拉嘎拉嘎就是一直走路嘛。那这样子翻译有没有比较贴近大家对这个萨拉嘎拉嘎萨的概念语义？有吗？有没有？美惠老师有没有这样子改会更贴近它的意思？还在想萨拉嘎拉嘎萨，感觉就是好像走来走去，萨拉嘎拉嘎萨，他其实就刻意，好像走来走去，但是你已经走来走去了，你还说他好像走来走去，怪怪的哦。应该是有一韩娜讲的那个好像意思比较对哦。对，因为如果你说是刻意的，他其实也不是，他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的小孩还没有回家，沙拉嘎啦嘎这个不伊拉拉，因为我担心，就一直走了。所以那个中文很没有办法去解释那个主语。没有老师，你们现在的存在的价值哦，你们之所以是老师哦，就是要想办法变成中文，不然你怎么教这些学生？所以前面的傻是一指，后面的傻是旧，是不是这样？前面的傻哦，他应该是这样讲的，那个一直是从哪边来的哦？一个走哦叫拉干，两个拉干就叫一直走，所以那个一直其实是来自于两个拉干啊，所以变成第一个沙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困难。对，如果可以把第一个沙翻出来，就解决了我们全部的问题。那苏贤提供了第一个翻译是刻意地，那刚刚那个韩娜提出说其实就语境上他并没有刻意。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在走来走去，他可能太紧张了，或者是很担心了。他有意识，就是他其实就是有意识啊，他不是。对。对啊，他就是有目的，他有目的性的在走啊，就是在思考事情，就是刻意走的意思。之前讲的没错，但是这个中文翻译就翻不到位了。你可不可以我提一个，就是说他来回踱步啊，就走来走去的意思啊。对，没有错，那个来回踱步。柚子老师你讲的正确但是我们现在的目的不是要翻译那个一直走路改成来回就是第一个沙你会怎么翻？第一个沙。我们只要想第一个沙就好了，其他的大概不会什么改变。那苏贤提到的第一个沙，他就直接翻成刻意地。有没有人有别的翻译能够更贴近那个你们本身的语法？比如说，就如此地走来走去，就无意识地走来走去，就慌张的走来走去，就怎么样的走来走去的。那个第一个沙就是一直啊，怎么办？那个一直是拉嘎造成的啦，跟沙没有关系。持续。
持续的一走来走去啊。那个就是拉了。其实那个你们看动词的词根你们看上面的定义动词的词根只要是叠字就是反复的行为或状态它不需要加杀，它本身就有一直走来走去的意思。所以那个杀就是有意识的啊，有意识的走。就是跟下面其实是一样的，它其实不就是它有目的性、有意识的，所以他刚刚说要找小孩，所以才会一直走来走去啊。所以他应该就是有目的性、有意识。没有，他那个。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像假设今天就是妈妈的身体其实是有状况的，身心是有状况的，她是无意识的，萨拉嘎拉嘎萨吉因那伊拉拉。那又不一样喽。他的身心有状况的话，萨拉嘎拉嘎嚓，他是无意识的在路上走来走去，也可以用萨拉嘎拉嘎嚓吉因那伊拉拉哦。可是他也不是刻意的，他也可以走来走去的。对。所以你说刻意吗？我觉得倒也不是刻意。今天如果他是有目的的，对，我在等我的小孩，萨拉嘎拉嘎萨吉伊拉伊拉拉，我在等我的小孩，我很紧张。可是今天如果我的身心是有状况的，我是无意识的，就是在路上走来走去，你看到就是萨拉嘎拉嘎萨吉伊拉伊拉拉，他是无意识的。那这样子，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个当初我们刚刚那个谢谢那个韩娜提出这个概念这个让我想起当初曾思齐教授他把第一个杀当成是那个副词的概念，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地啊，风一直刮着，人一直走着，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者有没有？中文有一个者他就他就如此的，我现在讲没关系。你看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在尾巴加一个着那个其实就是副词，走着、看着、听着这个歌有没有？他一直听着这个歌那个着其实是一个副词的表现方式，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杀。你看我们如果不要把它刻意翻成刻意的。或者是就像什么什么的样子，我们直接单纯把它翻成那个着，你们看的这就一直走路着。我们这个走路，我们把它强化一下，这样子就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韩娜，如果我把中文直接翻成就一直来回走着，是不是很贴近你的意思？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比较近一点，因为有意识、无意识，它就是来回走着，没有错，就是他不会去牵涉到底是有没有意识，因为看的人他只是用猜的嘛，对不对？妈妈就一直来回走着，他是不是很焦虑，对不对？然后他是不是很焦虑，对不对？对，就是如果萨拉嘎拉嘎萨吉因，那你知道的，它就是一直来回，没错，就是你讲的，一直来回走的，不管它有无意识这件事。我了解 ，OK。好了，那我们回到那个曾思齐这个也是语言学家阿美族第一个那个学者在研究阿美语的，他以前就曾经把这个杀直接变成副词的表现方式就是者这个字动词就是着来回走着，反复看着反复听着，对不对？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者之类的好，美惠老师，我这样解释，你是不是体感上也比较可以接近的？就是用者来描写第一个杀，可以对。所以我把这一句把它切过来，你们看看是不是就顺了？
我刚才蔡宗涵字典，它是不断的行走着，一样的意思。对哦，就一直在路上。对啊，这个其实我以前有看过的，但是我们为了要把那个沙变成有意思哦，往往把那个中文的意思过度翻译了哦。好，那这样没错了。我们看第5句哈，萨拉嘎拉嘎萨吉那伊拉烂哦，妈妈就一直在路上来回走。就，我删掉哈，哦，就一直在路上来回走着，这样可以吗？可以。那个，这样看起来比较顺一点。比较顺，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心里想着什么，我们只能就他的行为去描述这个动作，对不对？好，我们一个一个问哦。5位老师 OK 吗？可以。好，佑寻老师呢？比较贴近了，这样可以。比较贴近了哦。我们终于找到他的中文对应的字哦，就是者了。好，那个金川老师呢 ？OK， 正确。可以哈。可以。好，你看你们一定要提问题，要像韩娜这样哦，不然我们刚刚如果带过去，就不会有这么好的答案了哈。那我们这边这个弥撒哈，这个弥撒本身就是一个弥撒是一个主动的制造啦，所以这个中文翻成刻意哈，就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哈。但是上面的撒哈，它不见得是弥撒的那个撒的制造的概念哈。所以第6句我们还是保持那个刻意的样子哈。好，我们往下看哦，不错。那我们大概这个后面就大概知道答案了。好，一样哈，我们选定的词根是凡纳哈，就是知道。凡纳把2个字合并哈，把那个凡纳的第一个词根的最后面的喉舌音把它删掉哈，就变成凡纳，就变成这个是它的新的词根哦。那这个词根就是反复的行为或状态嘛，就是一直都知道。好，一样。我们这边也是哈，第4句构词萨凡纳凡纳萨，就是就好像一直都知道的样子。哦，一样造句哈，萨凡纳凡纳萨吉那杜拉阿弗曼，妈妈就好像一直都知道那件事的样子。第6句，米萨凡纳凡纳吉那杜拉阿弗曼，妈妈假装一直都知道那件事的样子。好，应该有很多问题哦。美惠老师，你觉得哪里需要改？也是第6句吧，米萨凡纳凡纳。老师，我们从第4句开始，第4句你觉得正确吗？萨凡纳凡纳，我看一下，萨凡纳凡纳萨就好像一直都知道的样子，可以。这句反而可以，对不对？这句好像，反而可以用好像的样子。它的中文，对。好。萨凡纳凡纳萨吉伊那多拉玛。妈妈就好像一直都知道那件事的样子，对哈，第6句，米萨凡纳就有假装的样子啦，一直都知道那件事的样子。OK， 太棒了，这个好像这边又可以这样用哦。好，我们问一下那个上个题目提出问题的韩娜。韩娜，你觉得这里的莎莎是不是就你的语感上，是不是这边反而好像也 OK， 还是你觉得也不 OK？ 没有，如果在这边的话，是翻那好像很会，好像知道，这里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啦，是翻那设计呢，什么，他好像很会。对，这个跟上面那一句又不一样。不太一样哦，这种感觉好像要翻成这个好像什么样子，装懂假会。对，没有错。对，好，佑寻老师呢？佑寻老师这边呢？是，那个萨凡纳萨可不可以解释成自作聪明啊？也可以吗？也跟假装是一样的吗？
他这个那个我跟那个佑群老师说明如果你翻成自作聪明可以，但是在教学生的时候，他如果说老师那个第一个杀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杀是什么意思，你就没有办法说自作，因为他整个解释跟你这个完全对，就是自作聪明。但是可是小朋友要学独立的词汇或者前缀后缀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意思了。我们现在就是要精准翻译，就是希望能够把前后面的概念，因为就好像知道的样子，其实就是你讲的意思啊，就是那个啊，就是你刚提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意思啊。那这样子的话，萨凡那凡那萨就是好像都一直都知道的样子，那是讲得通的。通的对，它其实就是萨凡那凡那萨基那杜拉斯马也是通的啊。你讲没错，这其实中文就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啊，对啊，没有对，好，金川老师没问题，没有问题哈，佑勋老师。好，金川老师这边呢？我这边没有问题。所以你看你一模一样都是动词我们看前面的拉嘎萨就跟这个不一样所以你看在中文翻译的部分其实可能不一样的动词的字根走路跟知道这两个虽然都是动词但是它在中文翻译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可能我们未来要做的动作就是说哪一些动词后面要用着，比如说我刚刚有说一直听着，一直看着，一直走着那我们不会说一直知道着，你们发现这个问题在这边，那个知道不能加着，对不对？所以如果不能加着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变成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我大概这样分类，美惠老师可以接受吗？可以呀，可以非常好。所以我们后面如果不能加着的话，走着、看着、听着、闻着，如果不能加着的话，我们就反过来把它翻成什么什么的样子，可以好，那大概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还是要区别一下，通常是动词，但是它可能还是有不同的。凡那是动词吗？凡那是动词啊，比如说嘛，凡那嘎库提完难呢，我认识你就是说凡那它是动词但是它就不能说我知道者，你看怪我知道者，可是我看着就可以，我听着这首歌，我看着这个人，我知道者这个人怪怪的，所以那个知道跟那个看一样是动词，但是它本身的描述就不能用那个一样的意思啦，但是它的语法一模一样，也都用莎莎都可以啊。可是中文翻译就不太像。好，没关系，我们大概是这样。对，松林大哥，我还没问你的意见，你这个 OK 吗？这可以，可以。可以对。好，太好了。好，这个应该也是因为不可能勤劳者你看我们如果用这个一样的标准去用中文思考，勤劳者不可能这样讲啊。所以这个应该也要翻成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一样我大概念一遍拉路就是勤劳拉路，我们把那个我这边我没有写到我们把第一个 K 把它删掉第一个词汇的尾巴的子音删掉变成拉路拉 look 第一个 K 不见了这个是合并的标准这不是我发明的这个叠字是阿美族祖先都是这样讲话的我们把第一个 K 拿掉，那我们构词的话是莎莎一样莎拉鲁拉 looks 就好像很勤劳的样子，这个就比较通了莎拉鲁拉 looks 古拉阿嘎巴，那位年轻就好像很勤劳的样子，装的啦。那第六句米莎拉鲁拉 look 古拉阿嘎巴。就是那位青年假装很勤劳的样子。好，美惠老师，请问1到6点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是有问题的？没有呢。可以跟上一句差不多，对，可以。所以他这边的样子会比较贴近他的意思，对不对？对。
OK，那 OK，好，佑群老师可以，这个好像比较单纯一点的句更单型。纯了，没错，对，嗯，好，那个金川老师哎，这边没有问题，谢谢。 ，OK，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形容词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形容词哦，一般我们刚刚有解释说，形容词的叠字哦，拉路是形容词哦，其实要加个的了。其实我们一般如果教学生哦，你们最好跟他们讲说，后面有的就是形容词，漂亮的、高的、矮的、胖的那个的哦，这样会比较好。好，勤劳的、很勤劳的哈，这个就是形容词哦。那两个它的叠字哈，把两个字叠在一起，就是程度的意思，就是从勤劳变成非常勤劳哦。所以形容词的叠字是程度的改变哦。啊，一样，我们如果讲独尬就是很懒惰哦，就如果是两个独尬就是非常懒惰哦。好，我们再往下哈。好。这个忘记啊，这个不用了。松林大哥，这个比较简单的不用问。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讲二次重叠哈。我们进入这个二次重叠的部分哦，大概二次重叠的意思，来，我们把这个重点画给各位看哦。二次重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部分重叠跟首音节重叠这两个动作做完哦。好，我们讲这个太学术，我们直接讲例子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用那个动词哈，一定哈，就是拉手。好，我们一样哈，我们把两个字叠在一起哦，一定哦。那我们把第一个词根的尾巴的子音哦 ，ng 把它拿掉哦，变成什么呢？一定哦，这个就是它的叠字哦，一定哦，没有 ng 哦。好。我们再把吉定前面重复子音加 a 哦，变成嘎吉定哦。那这个变成哦什么意思呢？变成每一个人哦都在手拉手哦，嘎吉定哦。前面的吉定只是手拉手，就是吉定就是一直手拉手，但是你加一个嘎的话，变成每一个人哦都在手拉手。所以我们第五个构词是用妈，因为这个是一个状态哦。一般我们的状态前面要用妈的前缀，所以我们这边用妈嘎滴定哦，每一个人一直一直互相手拉手哦。那最后一个造句哦，妈嘎滴定吉达阿马格罗，就是我们每个人互相手拉手跳舞。好。美惠老师，1到6点有没有哪一点你觉得怪怪的？没有呢，这样子的翻译是有接近它的那个主语。有哈。对。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我自己也一直疑惑哦。老师，我问你，我的造句如果用咪可不可以？咪嘎吉定咪哦，咪嘎吉定吉达阿马格罗，可以吗？咪嘎吉定好，也是可以呢。咪嘎吉定，马嘎吉定是常常就是以这个中文翻译的话，就是用妈。咪嘎吉定，咪嘎吉定。你的语感上，你有这样讲过话，还是你一直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哈。马嘎吉定。是吗？哈，好，没关系。你先想这个问题。那个佑群老师，1到6点 OK 吗？可以呀。可以哈。那我再问你一样，同样是美惠老师的问题，我第6句改成咪，通不通顺？没有人这样哎，我们大部分都是用马嘎吉丁还。OK， 那我理解了。好，金川老师，1到6点。这边没有，应该是一个是主动，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吧？因为被命令下去都是用被动，所以用马嘎吉定是众多，就是一定有人发号施令说我们每一个人手牵手嘛，这样。
OK， 我理解你的意思。所以你那个金川老师，那你有没有听过咪的讲法？咪嘎吉滴吉定，吉达阿玛格若，有人这样讲吗？是比较少了，可是也好像是也是可以，一定，看是谁讲，或是这发号施令的人，我的感觉是看是发号施令的人这样。是，金川老师，我刚听你讲哦，你讲咪的时候，你那个嘎就不会念嘞，你会念咪吉滴吉定，对不对？对。你看如比果加较就不会有嘎的时候，就不会有嘎，对不对？我懂。OK， 好，美惠老师，你有针对这个咪的话，你的想法是什么？咪啊，没有这么说啊，就主动咪吉定。OK， 我懂了。才有啊，咪吉定才有咪。没有错。好，大概有一个结论的啦。等一下，我们再请松林大哥，我们来补充一下。我先讲这个结论哦。那个一般这个二次我们这个叫二次重叠哦。所谓的二次重叠，我刚刚已经说明了。第一先部分重叠吉定先重叠，吉定重叠之后变成吉定。在前面重复子音加 a 变首音节重叠，变嘎吉定这个词汇是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动作，是一个状态。所以当它变成一个状态的时候，就会必须用妈前缀。那如果你要用动作的话，就不能加嘎。你在吉定的时候，这个叠词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加咪就好了。比如说咪吉定就可以了。它如果加个嘎的话，就是一个状态，就一定要用妈。好，那个我们请那个松林大哥，我这样子解释，你的语感上是 OK 的吗 ？OK， 可以哈。OK。所以我们真的要加咪的话，你们加在咪定哦。如果它跑出了嘎的话，它是一种状态，一定要用妈好。那这样应该可以解释这个不能，因为我也很好奇，可不可以用咪那我们现在的逻辑我们来看一下，我想要跟各位确认更多美惠老师，现在你看这个上面这个是我们从那个蔡宗涵的那个教材，字有点小了。那我们直接看第三个他分析出来的是，第一个是那个一个接着一个大都。动物，好，美惠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动作还是一个状态？大动物萨古拉个六，大动物串起来，它是一个状态，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动作不是状态。如果我说把它串起来，你会讲咪动物，那个哒是不是不能用了？咪动物，对不对？对，咪动物，这个咪动物你可以接受嘛？咪哒动物不能接受，对不对？咪哒不行。那对了 ，OK， 好，我们就问第一个就好了。那个佑群老师，那个是不是我刚刚问那个美惠老师的问题，你的答案是不是也一样？是啊，打动物一个一个串联起来。对，前面是不是一定要加咪？如果加咪的话，咪打动物，怪怪的对所以如果是哒的话，加妈就通顺了，对不对？妈哒动物，对，这样就通了。OK， 那没错。那个金川老师，你是不是语感也是这样子？是的，正确，跟一样。OK， 好，我们问一下那个松林大哥呢 ？OK， 对，一定要用妈。那对，没错。好，经过大家的这样分析，这样 OK， 这样子就可以解释那个它那个二次重叠就是先吉定再嘎吉定这个就是二次重叠，这个都是表示状态，不能加咪只能加妈就这样子解决了这个问题。好，我们再来进入下一个叫完全重叠完全重叠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的尾音都是母音，它没有子音我们看一下这个打，
八路是打嘛，八路哈，你没有发现那个八路的路那个 LO 它是母音，所以它没有子音，所以它不用删掉任何字啊。我尾音是子音才要去掉，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完全重叠哈，它一般来讲哦，它的尾音都是母音哦，尾音都是母音。看看有没有例外，我这边有写到。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沙巴路，好像一直打的样子。哦，造句是沙巴路沙张啦，他们好像一直在打架的样子。这个好像就不行这样翻哦。这个是不是就必须要好像一直打架着？这个好，美惠老师没关系，我们先根据一下这4点哦。你觉得它的中文翻译有没有问题？前面是巴路一直打，第3构词是巴路好像一直打的样子。造句对，造句第4嘛，沙巴路沙长拉，他们就好像一直打架的样子，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哈。对。他们如果那个美惠老师，我再改一下哈。他最后一句哦，他们就好像一直在打架着，可以吗？巴路沙长拉，就意思就他们要用样，因为好像了，我讲错，我再翻译一次，他们就一直打架着，一直在打架啦，他们就一直在打架，可以吗？他们就一直在打架，沙巴路沙长拉，他们一直在打着。对，那个韩娜不是只有打架而已，他们一直在打着，就互打，不管他是打架还是帕卡称，两个在那边你打我，我打你。对，巴路沙，对，哎呀，那因为韩娜有提问，韩娜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跟刚刚你那个拉嘎拉干一样的？这边就变成这哈。对，这个感觉跟那边很像。你说他们真的是在打架吗？有时候是在闹着玩的。闹着玩的。你打我，我打你，我怕你卡称，你怕我卡称。对，可是也不见得是真的在打架。对了，这边就要用这就顺。你说打闹也有可能，真的在打架好像也有可能。对。可是你就是看着他们一直在互打，没错，往内互。对了，这个描述其实就是我们刚讲的哈。如果你的中文翻译可以有所出现哦，就不会有的样子了哈。那这边打着，就这个逻辑就正确了哈。所以沙巴路沙长啊，他们就一直打着什么我不知道啊，可能是像那个韩娜讲打屁股啊，或者是打闹着啊，或者是真的在打架都有可能，对不对？韩娜是这个意思吗？对，就是我在玩还是我真的在打架，你们旁人看了不知道。对，是你们远远看到我们就是在互打。对，没有错。我拿着武器，我拿着竹子，两个在那边啪啪啪啪啪，我是在玩还是真的在打架，你不知道。但是你看到的就是巴罗沙扎拉。对，对不对？好，这里还有一个哈，那个刚刚听韩娜这样翻译哈，我们这边又漏掉一个概念哦。我刚刚前面有提到一个是单向重复，一个是双向重复哈。因为打架哈，我打你，你也可以打我，所以这边应该可以翻译成一个互相。这边是这个应该是双向重复哈。我再解释一次哦，怕有人忘记了哦。单向重复的意思，比如说我采菜哦，我一直采着菜哦，那个菜不会踩我，只有我能采菜嘛。但是我打你哦，你也可以打我哦。
所以如果我们用巴鲁巴鲁的话，其实是互相打哦，不会是一个单方向的。但是如果你单方向也可以啦，就是说你就用你巴鲁巴鲁也可以啦。就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它这个是双向重复哦，所以我这边改成他们就一直互相打着哦。那个美惠老师，这个翻译 OK 吗？非常好，可以。可以哦。好，佑群老师呢？海绵，如果说有没有可能那个沙改成拉，拉巴鲁巴鲁沙张拉，有人这样说吗？有，我跟你讲，还有几种说法哦。第一种马拉巴鲁巴鲁哦，互相打了。第二个是马巴巴鲁巴鲁，就是直接重复子音加一，叫马巴巴鲁巴鲁。对，第三个就是马拉巴鲁哦，就是还有一个马巴巴鲁，有这4种啊。那你的那个拉当前缀完全 OK，但是我们现在暂时用扎拉可以，拉反而更好。对哦，对，那这样子就没问题了，这样是通的。对，因为你如果加那个拉吼，更有互相的意思。对，拉巴鲁巴鲁沙张拉这样子。对，有啊，这个拉有啊，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这个用沙的原因哦，因为这个沙是阿美族语最难解释的一个前缀啦。那你说拉，或者是咩，或者是滴呀，或者是那个其他的，还蛮好解释的。但是这个沙太多意思，有时候是制造，它有时候是像，它有时候又那个怎么做，它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刻意的啦，用沙来做这一次的教材，可以哈？可以。好，那金川老师呢？这边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正确。好，钟明大哥 ，OK 的，可以哈。哎，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哈。好，这里也是我们指的那个完全重叠哈，就是一个字都不用删哈，因为娃娃它本身的尾音是母音哈，是 A， 所以娃娃哈就没有要删的部分。它的中文翻译叫每位小孩哈。那我们看它的构词哈，也没有变。造句的话，伊萨拉玛古哇，玛丽伊比朱沙散哦，每位小孩都在学校玩球。好，美惠老师1到4点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有问题？现在目前看都没什么问题啊。好，那我想问美惠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一般讲哇，小孩们，很多小孩们，我们会翻成对，那个韩娜提到一个是每位小孩比较精准，还是小孩们比较精准？小孩们哦。好，我觉得是们哦。那好，我们再看，因为我现在要跟各位就是把这个名词的重叠哈，我们把每个都尽量大家知道的，我们都讲一遍哦。第一个，吉朗，我们怎么翻？森林呢？每棵树吗？森林直接翻成森林哦。我觉得啦。吉朗岸跟吉朗都是吉朗岸是什么意思？吉朗岸啊，吉朗岸森林，比较是森林里是林里。啊，吉朗，我们一般会翻成每棵树吗？会这样翻吗？树丛吧。树丛哦，我懂你的意思。好，再来哈，那个 Lumi Ami Up 我们怎么翻？这是每天嘛 ，Lumi Ami Up 是每天哦。对。所以它这个地方就翻成每天哦，如果也不能讲天什么，只能翻成每天呢。好，那如果我们说dam sam少，是这样念吗？dam sam少，是每一个人对不对？还是人们？人们。它翻成每一个人可以吗？每一个人dam少。你要看用在哪里吧，没关系，你就看它用在哪里都能翻的，就是人们嘛。那如果每一个人他有可能这样翻译吗？也有可能，有可能。
好，那我再来那个 rungus 是这样吗 ？rungus，对，怎么办？每根草草丛，草丛哦，对，草丛，利亚是这样吗？利亚是不是这样？怎么翻？海边的海，大海，大对呀海哦，对呀，对不起，海边的海，我临时想的有没有这个话就算了，我有利亚这个话吗？海边就里亚而已啊，没有对呀对呀啦，海边，所以没有重叠字哈。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太平洋啊，比较大的海啊，会不会讲利亚？会这样讲吗？还是不会？我没有听过，海就是没关系里亚而已。好，我们继续哈。Luduk 有这个话吗？深山，深山有啊哦，有啊有，所以它的中文翻译是深山吗？还是每座山？还是所有的山？每座深山吧，还是每山脉？座山，山脉、山峦，山峦。鲁多深山啦，比较贴切吧。深山哦，深山，OK，哇，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呢。如果我讲说朱砂，有这个话吗？朱砂，书本哦，朱砂，每本书可以这样翻吗？每本书可以吗？可以啊，对啊，朱砂，每本书可以吗？啊，每个字可以吗？每个字哦，可以吗？还是所有的字？所有的字，所有的字，老师，你的所有的字跟每个字有什么差别？就是每个字看，你可以讲每个字啊，所以你的意思其实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中文有一个问题，它就是有时候每一个跟所有的是一样的意思呢。对呀，就我们要找一个很接近的。好，各位哈，我们讲那么多例子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种翻译会比较贴近？是像那个刚刚我们第一个是那个哇哇哇哇小孩们，那跟每个小孩，其实我在中文上的理解哈，如果是比如说一群小孩在你面前玩嘛，你会说所有的小孩都很顽皮，你也可以说，每一个小孩都很顽皮，它的意思是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你现场看到的10位小孩啊，你说所有的小孩都很顽皮，小孩们都很顽皮，每一个小孩都很顽皮，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要怎么翻译那个叠字的名词比较精准？是每一个，还是所有的，还是后面加个们？大家觉得，我们讨论一下，因为这个在翻译上可能会牵涉到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对应的那个词汇啊。对应词汇。对，那好，松林大哥，你先讲，你觉得怎么翻译会比较贴近？因为你每个都有不同的翻译方式其实对学习者来讲是困扰的。哪一种翻译可以把所有的翻译就是都可以纳进来，就比较中性一点的？比如说我们举例，哇哇哇哇，所有的小孩们，还是每个小孩？你觉得你的语感上哪个比较贴近？小孩们，OK， 我懂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鲁杜，就有一点像是把这些山，就每一座山了。我们不能说山们嘛，对不对？山们怪怪的，就是山群这样子。你会这样翻吗？
山曲哦，山峦山山山峦跟山峦，山岭，对啊，哇，好，这样子会很复杂的，因为每个单位都不一样的，山不能用门呐，山峦，人门可以哦。山峦。如果是那我问你，瓦族你怎么翻？狗儿们，狗儿们哦，还是美狗儿们比较对？狗群，一群狗群，为什么我觉得很像觉得畜生们？Simon，对，一群啊，对啊，一群畜生们，法布你们怎么翻？每是猪还是猪群？猪群啊，群，狗群，狗群猪群啊，哦，所以变成后面的单位都要知道呢，对，麻烦的。对呀，一群山你不能说山们嘛，一群狗不能说狗们嘛，很怪。对啊，对呀，人们是很方便啊，小孩们、人们、年轻们，对，可以啊，人可以用们啊。对。可是如果不是人类的话，又对呀，所以你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比较中性的？难道我们说比如说瓦住所有的狗，这样可以吗？我们现在尽量把那个翻译变成简单，嘟故事是不是？嘟故事，另外一种山嘛。Girang rungus，就是类似这种叠字的名词啊，有没有比较方便让我们一讲中文就知道它的意思的，就是不用背那么多的单位，什么山峦啊，什么树丛啊，人们啊，太多单位了啦，那个小朋友绝对记不起来。可是就是一个群体呀。对，就是你要给我一个中文的简单的一个比较简单的那种中文对应啊，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困难哦，糟糕。因为你小孩的单位跟山的单位、树的单位、草的单位不一样吧？对啊，是不一样啊。但是它有一个集体的概念，有没有一个字就是不需要背单位，用集体的概念描述就行？小孩丛、草丛、树丛。如果凯明，如果说用大众的众呢，众人的众，大众的众，众山峦，众小孩子们这样，用大众的众呢？众狗、众猫、众狗们，不是大众的众，我知道，形容就是已经是整个这样，整个的意思，大众的意思这样。你这个概念很好，可是这个众听起来会不会放在不是人类的话，不应该是说放在那个动物上面会不会怪怪的？那就可以改整个啊，整个这样，整个。那如果说我们就讲整个就好了，整个，整个人，好像怪怪的，整座山，整群人，整只猫，整只猫好像是一只猫呢，整小孩，一群人，一群狗，一群猪，一群山。可是你一群山又很奇怪啊。你们想不出答，没关系啊，那我们先搁着了。你们帮我想这个问题，放在那个赖群组好不好？哎呀，9:14了，所有好像比较可能一点的所有。哎呀，对不起，我都没有看时间哦。好，没关系，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想哦。你们在群组就是用你们的想象力或中文能力帮我解释哦。不好意思，你们怎么没有提醒我9:15了？那个美惠老师，因为聊得也太开心了啊。美惠老师帮我们做个结语哈，就是说今天的部分。好，大家请谢大家辛苦了哈，大家热烈的讨论能完成我们今天的那个翻译的中文翻得很精准，真的不容易，也谢谢大家集思广益，辛苦了，也辛苦凯明
好，夜深了，大家早点休息。好来，哎，谢谢老师。好，谢谢阿赖。阿赖，信息。知道。